为着推销国际观光，花莲航空站今仔飞来今年头一班的国际包机，是对本来直飞花莲有80外游客，因要来台湾观光5天4暝哦。虽然咱台湾嘛有150外游客会坐这班包机去文莱佚佗。飞轮机一日到停机坪，花莲航空站的人员随举行水门礼，专做欢迎本来游客。为了推动国际观光，花莲航空站出现今年头一班国际包机，这更加是头一届由文莱直透花莲的国际航班。因为花莲发生地震，包括道路区等等真出名的景点无法度去观光，旅行社嘛调整行程。他们也是非常的忧心，今天还是照常起飞，然后带来了本来是100多位要来，今天来了80几位。虽然受到地震的影响，原地人数有100外个文莱游客，落尾要收80外个人来台湾。航空站的人员要特别用红布条啊，送因红面番鸭、果水的红啊，来迎接这些贵宾。想看看台湾，好几个地点因为地震坏掉了，所以你们不能去，你们知道吗？知道。会不会觉得很可惜？可惜。官方强调讲，去年花莲成功推动国际包机，达成泰国、曼谷、越南岘港包机直接往回花莲。未来会持续锁定日本甲韩国等等的所在推广，增加国际直航的地点。我们花莲作为面对太平洋的第一线，我们是台湾的东大门，那就是为了要让国际的这些旅客可以非常便捷的来花莲。官方表示，这班飞轮机载80外个文莱游客来台湾展开5日4暝行程，按算会有包括花莲的乡亲在内，150外个游客搭这班包机去文莱观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